咩話？而家30幾萬就可以買到當年嘅100萬豪車？歡迎到鳩視物夠到時。當年落地130幾萬嘅寶馬 G12第7代7系740 Li， 可以話近乎完美。可惜佢誕生嘅時候，正好撞上 Benz W222嘅 S 級，真係有啲既生瑜何生亮嘅感覺。可能呢個就係命運。但係寶馬 G12嘅7系依然展現住佢獨特嘅魅力。3.0T 直列六缸340匹，當年呢個數據相當優秀。我記得呢架車啱上市嘅時候啊，嗰個廣告有一個大大嘅字打住 The Seven， 就一架黑色嘅寶馬7系開住呢個迎賓燈停咗喺度。呢個廣告令我非常之深刻。豬底盤呢一代7系全係用上咗 Carbon Coat 車身，喺 A、B、C 柱、車頂橫梁、側頂框架呢啲區域做咗碳纖維強化，佢可以令車身強度更加高，同時重量更輕。重量一輕，開起身就更加輕快。講人話就係更易揸、更輕鬆、更好操控。藍天白雲、大鼻窿、長軸距，全部都係寶馬嘅獨有元素。今日唔係 A 仔，亦都唔係 B 仔，正係可以同各位大佬埋堆嘅入場券。寶馬 G12 7系740 Li， 一開門真皮大屏 iDrive， 寶馬嘅豪華感撲面而嚟，哇！真係好撚精神啊！再講就係呢個直列六缸 B58 3.0T， 再加上呢個 2ZF 嘅8AT 動力，呢家嘢你可以唔用晒佢，但係你一定要有，要嘅就係嗰種隨叫隨到嘅感覺，完全唔係嗰種學大減細。講到呢架車精髓，就係呢個後排。我呢個打工仔而家坐喺後排，瞬間覺得自己秒變老闆啊！身價過億嘅感覺，真係好上頭啊！當年買呢架車嘅人，佢買到嘅已經唔係一架車，係一種獨有嘅生活方式。佢只在乎生活品質。如果係我，只會諗到今個月嘅油費要加幾多，可能呢個就係差距。如果呢架車你揾個缺點，就係貴。你話佢貴，只不過係自己唔夠努力，未夠能力擁有。此時此刻，佢好似喺度鼓勵緊我，加油！有朝一日，我一定可以擁有。每一個人都值得擁有一架好車，但唔一定係寶馬7系，但佢一定係可以令你開心快樂嘅嗰一架車。喺今時今日，如果你有足夠嘅預算，你會買寶馬7系定係會選擇新能源？喺評論區發表你嘅意見。今期鳩視就到呢度，下期我哋推薦更多好玩嘅車型。拜拜。